甲好着进行的喙手掰开，胸腔头前有一块正水的手量荷包，内面装的是一个信众的生辰八字。除非是进行可疑，也无平常时是袂用咧摸。3档才一摆，开放了后有上千人来小姐报名登记。这是真正是足好的一个这个时机点吼，3档一到，所以我感觉是一个实在是会当来大家当来遮吼来做一个祈求吼会当互咱地公来咱斗3工吼解决代志。海贝里会当树平安。祈求保身、求运、改嫁等等。不过，这项文化是为日治时期开始，上早只好军官来写。日本咧统治咱台湾足侪去做军夫嘛，做军夫拢有去无倒转啊，或者是讲去烧钱拢毋知安那，因此伫咱这百姓有诶丈夫、有诶囝去扣着了后，大家拢感觉真烦恼，求助无门诶时阵，只有我来拜神，请咱神明甲咱斗骹手，讲嘛是真讲真闲啦吼，因为有歹诶，大家拢平安顺利倒转来。流传到呾 SARS 疫情诶时阵，庙方向神明请示，开放予一般民众，加上庙体空间较小，无法度设置光明灯安太岁。所以一派就是3档，相当罕见。咱虽然有太岁、光明灯，嘛有财煞、边关、车关，种种拢有。因此福德较有讲要甲咱派的即个情形哈。另外，每一档庙内的财神符嘛是一个信众一定爱求的信物，大档拢无共。想要摕到小港湿水甲利用的符，爱等60档。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